各位馬迷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細 B 講馬呢個節目頻道。今條片咧係我細 B 今季咧第8條片嚟嘅，咁多謝大家支持先。咁未同大家推介我今次嗰個心水馬膽之前咧，就溫翻上次我介紹嗰3匹馬膽啦，就分別小鳥天堂啦、同樣美麗同埋幸運派彩。幸運地咧就3隻都順利可以贏到啊！咁賠率咧有冷有熱啦，希望今次咧就再嚟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今次賽事咧我都係推介3匹馬咧俾大家參考嘅。咁第一匹咧就係跑第一場嘅5班14米賽事。咁呢人賽事咧就有14匹參戰馬嘅，我嘅推介馬就係2號馬志在福星。咁呢隻馬咧就隸屬阿偉達馬房嘅，4歲嘅澳洲 PPG。今次咧就報名策騎134磅，排第9檔嘅。呢隻馬咧就嚟香港跑過10次嘅，咁咧就有2 Q 嘅成績。咁2次跑入 Q 咧都係喺呢個14米路程嘅。咁咧佢 A 欄咧暫時咧就跑過2次都冇表現嘅。咁係佢喺4班作賽嗰陣時嚟嘅。至於人馬方面咧，就今次係初配報名執韁嘅。咁奇連合作啦，今季咧暫時合作過5次，有1邊嘅成績。至於上季嘅合作成績咧就非常之亮麗嘅，有10邊8披嘅成績嘅。至於隻馬嘅賽前體重咧，今次咧就1026磅啊，對比佢上次跑入第2名嗰時咧，微微咁輕咗5磅。咁而家呢隻馬嘅評分咧，暫時就39分嘅。佢曾經喺38分同37分咧，都分別咧就跑過入 Q 嘅。咁以一隻4歲馬嚟講咧，佢呢個分數咧應該都有上升空間嘅。至於今次佢嘅副磅啦，就134磅，佢最重咧就133磅咧就跑過第2名嘅。咁呢個磅位嚟講咧，我覺得佢就負重磅嘅能力都好強嘅。咁至於操練方面啦，因為咧就相隔只係17日啫，咁佢都有2課快功夫嘅。咁最低限度就起碼冇缺課啦，操練正常啦。咁我選呢隻馬嗰個原因咧，就佢隻馬自從喺上季咧喺4班降落第5班作賽，跑過3次。咁3次中咧，其中有2次咧都係跑1040米嘅路程咧，都可以跑入 Q 嘅。咁輸嗰次咧，其實都係跑1040米路程嘅。嗰次咧，我都有份去參與投注呢隻馬身上啊。咁呢隻馬入到直路嗰時咧，見到阿希威森都好落力咁騎佢嘅，但係咧就交唔出嗰個表現咯。咁最終咧，原來跑完翻嚟咧，驗到隻馬咧隻左前腳不能於行啊！咁冇辦法啦，隻馬跑跛咗少少。咁撇開嗰次嚟講咧，所以其實咧佢喺5班嘅作賽咧係非常之着數嘅。再加埋今次幕後改配報文去騎呢隻馬咧，我覺得佢個機會咧都好大嘅，因為咧聽日偉達咧應該有一手馬咧。應該都會出擊嘅，其中報文咧騎佢呢隻2號馬志在福星之外咧，佢仲騎埋9號嘅偉金主，但係嗰隻偉金主咧，我就覺得佢嗰個機會咧就認真麻麻地啦。咁我覺得幕後嘅主力佢應該放咗喺呢隻志在福星嗰個身上啦，所以咧我就推介呢隻馬俾大家，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。咁而家我播翻上次希威森騎呢隻馬跑第2嗰條片俾大家睇下佢點樣輸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紅衫紅當當啦，出邊咧黃衫嘅東方魅影啊，埋邊有一對啦。
粉紅衫劍無情走上去內欄志在福星啊，出邊呢仲有隻朗日雪風啊進佔第3位啊，外邊第1跟住個第6位63係海船幸運啊，內欄第7位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走2搭喎，黃衫啊江南城啦，響外邊啊球王啦，出邊嘉應威風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大眾經典響尾5啊，銳一咁啊淺藍袖響尾4，大面箍嗰匹啊，後邊3匹馬連連歡呼進先生暫時殿後武林至尊嚟嘅，好啦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劍無情就埋邊，朗日雪風啊外邊啊，跟住第3位就東方魅影，內欄第4啊志在福星啊，中間第5紅衫呢就紅當當啦，全程外搭啊，外邊63白帽仲有海船幸運啊，內欄黃衫黃帽大約第7度啦，仲有江南城啊，外邊嘉應威風啊，後呢個馬匹有球王啦，等內欄啊大眾經典啊，掟出去外邊嘅馬有一對噶，銳一大面箍淺藍袖嘅，跟住佢後邊仲有隻武林至尊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志在福星啊，外邊追上嚟有海船幸運啊，中間黃衫夾住呢仲有東方魅影啦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仲有隻銳一啊，響埋邊位置呢就朗日雪風同埋江南城啊，最後100零米海船幸運兜咗個大彎都已經係突圍出贏出呢場賽事，志在福星第2啊，第3名呢外邊。接住落嚟介紹我第2匹推薦馬啦，咁呢就係跑第3場第5班1200米草地賽事嘅，咁我嘅推薦馬呢就係5號馬嘅魅力星嘅，咁呢隻馬呢就隸屬蔡約翰馬房嘅4歲澳洲 PPG， 今次呢亦都係布文騎啊，132磅排第6檔嘅，呢隻馬嚟香港跑過10場啊，咁暫時呢就1T 嘅紀錄。咁呢個路程1000米跑過3次，3次都輸嘅 ，A 欄2次都輸，人馬合作過1次就跑泥地嘅，就都係輸嘅。咁騎練今季合作過3次，3次都冇表現嘅，但係上季呢就合作得非常之理想嘅，有11邊23批嘅。咁大家會問，哇！啲數據咁曳。細 B 你都推介俾大家，係咪想整蠱大家啊？其實咧就表面上睇落好似好曳，其實咧佢內裏咧都有啲值得去推介俾大家嗰個原因嘅。首先就咩咧？首先就係講翻呢隻馬啦，呢隻馬嘅體重啦，佢今仗嘅體重咧就對比佢上次再減咗10磅啦，就去到1152磅啦。對比佢上季喺4班跑入 T 嗰陣時，1000米跑入第3名嗰陣時咧，1146磅嚟講咧係相差無幾啦，已經喺呢個磅位嚟講咧就我可以接受嘅。第二就係佢評分啦，佢而家呢隻馬嘅評分係36分，佢曾經喺上季評48分嗰時跑1000米4班賽事都可以入位嘅，證明呢個36分咧喺對佢嚟講咧，而家暫時以佢4歲嚟講咧係着數嘅。同埋咧就以呢隻馬上季跑1000米嗰個能力咧，佢應該就唔係一隻係冇乜仕途嘅馬啦。我認為佢應該有能力嘅馬嘅，因為咧就係暫時可能佢個疆口咧未係控制得好啊啲騎師，所以咧佢個令到佢表現咧表現都唔會佢真正嘅實力嘅，因為好多時候咧喺前面佢放完咧都翻嚟散晒嘅。但係佢上季跑過1000米嗰場賽事咧，揾到遮擋咧，其實佢末段咧個衝勢咧就好強嘅。同埋我推介呢隻馬俾大家咧，就係呢隻馬咧上季全季都喺4班作賽嘅，今季開始咧先至降落第5班作賽。咁第一次喺第5班總共跑咗2次嘅，咁分別喺開羅日啦9月7號，咁都係跑同程1200米賽事嘅。當時奧爾文去騎呢隻馬嘅。咁佢當時騎隻馬咧就出閘咧就好迅速啊，推2步隻馬咧就帶頭放咗頭啊，但係咧就可能嗰個疆口重一滯啊，佢留唔到隻馬，咁隻馬直至去到最尾100厘米先至乏力嘅啫，最尾跑第5名，輸唔夠2個馬位，咁嗰場馬其實佢嘅表現咧認真都唔錯㗎啦。今季第2仗咧就跑谷草1000米賽事，換上艾杜拿去執韁嘅，咁。當日咧，佢騎隻馬咧就出閘迅速嘅，沿途咧都跟喺第4位，咁最後尾咧跑翻嚟咧跑第4名，咁個表現都唔係太過差嘅。而今次咧佢
呢隻馬咧就改配阿布文去騎咧，嗰個變數咧，希望阿布文咧嗰個韁繩咧可以將隻馬咧留喺較中間嘅位置啦。佢入直路嗰時咧揾位去衝咧，佢嘅效果應該咧都幾好嘅會。同埋今次阿賽項將會有3隻馬咧俾阿布文去騎嘅。咁除咗魅力星之外咧，仲有呢個氣勢啦，同埋尾場嘅得心之餘，得心之餘同埋魅力星咧，其實呢兩隻馬咧個馬主咧都係姊妹關係嘅。咁嗰隻尾場嘅第10場嘅得心之餘咧，咁佢呢隻係泥地馬嚟嘅。佢今次跑草地咧，佢機會我認為都係麻麻地嘅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個主力都會放喺呢一隻魅力星個身上啦。所以咧，我就推介隻魅力星俾大家啦。同埋咧，佢呢隻馬咧，對上一次出賽咧，相隔係14日嘅，都做咗一課快功夫都正常嘅。咁而家咧，我播翻魅力星上季跑1000米嗰條賽事嗰條片咧，同埋今季初出跑同程1200米跑第5名嗰條片俾大家一齊參考下。4班1000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係攻頂喎。知啦，入邊咧仲有金小子追緊上嚟啦。咁入邊追仲有雷神太保啊，同埋東方福寶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。見到呢隻金小子認真比落去，拋嚟咗個幾身位都穩贏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話東方福寶響入邊，出邊咧整隻魅力星添啊！黃景應該點咧？好，我覺得佢今次機會前面快閘確實唔錯嘅。位置有上交天咁咧就所以咧就推介俾大家可以作為呢個參考啦。魅力星啦，最出63陽光寶貝內欄白31號嗰隻咧就係飛躍精英嚟㗎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內欄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啦。馬林中間黃衫咧就東方魅影啊，外邊啊快馬加鞭啊，尾5內欄63東方福寶啊，後邊4隻風林火山咁啊，橙衫尾3內欄全神貫注啊。咁啊，尾二位置就讓愛高飛暫時殿後係夢幻進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魅力星就快過呢隻上教喎，放咗出嚟跑嘅。內欄第3位有飛躍精英啊，外邊呢有伶俐標區啦，橙衫大約3、4位嘅，外邊仲有陽光寶貝啊，馬林中間呢就喺呢隻天火同德啊，等緊入邊位喎，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啊，中外檔冚有快馬加鞭，馬林後邊東方魅影，出邊仲有2隻啊，讓愛高飛同埋夢幻進區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咗呢就係伶俐標區，埋邊係魅力星啊，見到外邊追上嚟嘅馬呢，仲有隻讓愛高飛，中間快馬加鞭接近終點啦，外邊冚上嚟，讓愛高飛贏出。接住落嚟，我推介埋第3匹心水馬俾大家，就係跑第9場3班1200米賽事嘅。咁呢場出馬呢就有14匹嘅。咁我推介馬呢就係9號馬嘅天星，呢隻馬呢隸屬係希斯馬房嘅，4歲嘅澳洲 PPG。今次呢仍然係由阿希威森去騎佢嘅，孭120磅，排第13檔。咁呢隻馬嚟香港呢跑過6次嘅，有1 win 2 Q 1 T 嘅成績。咁全部咧都喺呢一個1200米草地賽事度攞到嘅。咁 A 欄方面咧就跑過2次，有1 Q 嘅成績。咁人馬合作過5次，5次之中咧有1 win 2 Q 嘅成績。騎練合作今季咧有4次，有1 win 1 P 嘅成績。咁啊合作暫時都幾理想嘅。至於隻馬嘅體重啦，佢今次嘅賽前體重係1089磅嘅，相比佢對上嗰場跑第2名咧就微微咁減咗1磅，咁保持得非常之理想。現時呢隻馬評分咧65分，佢上次跑第2名咧嗰陣時候咧就加咗佢1分，咁評分上咧仲應該有好多上升嘅空間嘅。咁今次咧雖然佢排喺不利嘅13檔啊，但係咧相比之下咧好彩佢係今仗咧係咩輕磅啊，即係我留意過咧，如果排外檔嘅馬咧。負重磅嘅咧，真係對隻馬好大影響嘅。好多時候咧，嗰啲馬咧跑得辛苦咧，都入唔到前嗰幾名嘅。相比之下咧，如果排外檔而輕磅嘅馬咧，好多時候咧佢嘅演出咧都可以保持得幾好嘅，都可以喺前列個終點嘅。希望今次佢都應該做得到啦。至於喺操練方面啦，呢隻馬咧，自從喺9月7號咧出賽之後咧，就上咗去從化去訓練嘅。咁相隔24日，操咗7課呢個快功夫，繼續壓迫值，
隻馬。咁我相信咧幕後對隻馬嗰個健康狀況咧非常之有信心啊，所以繼續壓迫佢嘅。同埋以呢隻馬嚟講咧，佢個潛力咧大家都知佢有幾強嘅，咁我就唔想喺度多講啦。總之呢場馬咧我就會推介呢隻9號馬嘅天星俾大家。依家我播翻上次天星跑第2嗰場片段俾大家重溫下。黃旗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係寶駿啦，中間有晒冷黑帽勁進先鋒，出邊燈膽將軍啊，最出橙色眼罩，仲有隻手到齊來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度呢，就天星嚟嘅，外邊藍眼罩呢，咁啊仲有老班精神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非凡達啦，好好飛啦，不羈啦，尾二係海船星暫時殿後，係自力更生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寶駿啊一馬當先放咗出嚟啦，跟住第2位係手到齊來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啊晒冷啦，出邊第4位黑衫黑帽勁進先鋒啊，第5橙衫呢就燈膽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中檔嘅天星啦，出邊藍眼罩老班精神啊，等入邊嘅馬呢，仲有非凡達攞出去外邊追呢，就自力更生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寶駿埋邊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就手到齊來啊，響入邊啊晒冷啦，中間追啊就係呢個燈膽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星啊，最後200米燈膽將軍一搖落去啊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噶啦，天星外邊追咗上嚟，入邊仲個手到齊來，大外檔係自力更生，接近終點，咁啊潘頓第1日暫時5 win，燈膽將軍輕鬆贏啊，跑第2名。今次賽事咧我就推介呢3匹馬俾大家啦，我重溫3匹馬啦，就係第1場2號馬志在福星，第3場5號馬魅力星，第9場9號馬天星3星報喜。咁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。我咧就整咗個早餐食啊，就係買咗條3穿7嘅為自己個關靈活玩，分別咧就用第1場2號馬志在福星導膽，拖鐵甲威龍1號，拖6號添喜運，9號勁進天下同埋13號嘅夢幻進區。第3場咧就用魅力星導膽，拖6號馬快樂奇兵，11號謙謙君子，13號飛躍海船同埋14號嘅有心意。至於第9場我用天星導膽，就拖5號嘅哈羅威，8號嘅非凡達同埋14號嘅肯佩斯。total 咧就99注，靈活玩，投注200蚊，睇下可唔可以刀仔鋸大樹。好，今條片就講到呢一度啦。希望大家馬迷咧就馬運亨通，身體健康啊！長玩長有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